在裴府这个囚笼里，你是我唯一的寄托和希望。唯有在你面前，我才能真正做自己，哪怕是以恶劣不堪的方式，我也想要留住你。终究是我错了吗？公子，沈姑娘她不见了。公子，姑娘房间里也都找遍了，东西都还在，只是人走了。已派人在府外搜寻，都没有沈姑娘的踪迹。门卫也说没有见到姑娘出府。以他的能力，定然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肯定是有人在帮他。把所有人派出去，通往城外的路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你来了，是你放走的他。你若还认我这个祖母，就歇了去找她的念头。从今往后，就当世上没有沈清堂这个人。沈清堂，我当年就应该把你这个祸害赶出裴府，何至于现在走的走，没的没，让裴府落得如此下场？我心知再造之恩深重，从一开始也是想要将您视作我的亲祖母，真心尽孝报答。可是从祖母要把我嫁入西院那天起，一次又一次的把我往火坑里推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尽心竭力的讨好，都换不来半分真心。我对裴府的最后一点情分，都死在了你们想要置我于死地的那一夜了。今日我来，是想恳请裴老夫人助我离开裴府，离开裴从之。胡闹！你与从之的婚讯天下皆知，如今你又要悔婚，你让裴府的颜面往哪儿搁？裴从之他已经答应我，若我与他在一起，他便愿意放弃皇城生活，跟我回到临川。您说，裴府的未来与颜面，哪个更重要？裴玉对江婉痴迷半生，一事无成，你如今又要为了一个狐妹子放弃裴府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儿子、孙子都栽在女人手上。你们想的全是裴府一门的荣辱和将来，有想过我真正想要的人生吗？没有人可以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，也没有人可以再继续控制和威胁我。裴从之，你个不孝子孙！身世之谜，今日申时，城外相见。公子，小姐果然是从府中密道逃出，已在城外觅得小姐踪迹。只是什么？通往城外的路上，有3个方向皆有小姐行踪，真假难辨。公子，公子，你
你把他送去了何处？没想到你也有求我的时候。可笑你为了他的离开如此焦急，他走的时候可是对你毫无留恋，厌恶至极。那他走他的，我找我的，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到。他对你就这么重要？的确是有些真情，只可惜，他也不会告诉我他去哪儿了。他走得彻底、决绝，你们这辈子注定步我的后尘。那你想？撤！平南王爷，您与我母亲，竟真的是旧识。孩子，我与你总算是相认了。你的母亲是前朝皇妃，而我亦是前朝旧部。你是前朝皇室仅剩的血脉了。我是前朝血脉。孩子，至于你的母亲为何让你来寻我，便是为了让我来助你复国。不，我命入浮萍多年，深知门楣桎梏，血脉身份带给人的身不由己与苦难。而如今四海皆安，我也只愿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安宁度日。我不愿再起纷争。只怕现在由不得你了。带走。是。
公主还不说吗？继续受刑，命可就没了。受朝罗而揭竿者，是为贼。副国只是皇子，我还以为是自己早就想翻了吧。是又如何？如今你落在我的手里，即便不愿出面诏领，我也照样能够号令得动三军。告知我前朝皇陵的藏宝之处。当时我尚未出生，怎会知道？不用诓我，你是前朝仅存的皇室血脉，你母亲死前必有托付。你今日和盘托出，还能少受点苦。现在以蝴蝶的样貌掩盖，不会再有人知晓，算是除去了一个隐患。你问我任何事情，我定知无不言。但唯有此事，我暂时无法告知于你。此事牵扯太多，若我没有万全把握，定会将你置于险境。我不知道，你再问也是无益。本王有的是耐心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命长。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一局是我输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你惯会用他来威胁我，你就没有一丝把柄，半分软肋吗？你能一直将沈清堂的身世隐瞒下去？他背负的秘密，足以断送整个裴府。我会竭尽全力护着他，即便他的身份暴露，我也能拨其万世，带他远走天涯。裴宗之，原来从前你让我远离燕城，又阻我加入平南王府，皆是为了保护我，以防我落入今日境地。原来是我一次次怨错了你，可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曾开口？难道在你的眼中，我就那么脆弱不堪，无法与你共患难吗？青桃，燕城，你怎么会来？对不起，青桃。直到如今，我才知晓父亲这些年，他对你的所有谋划和心思。没想到，我求取你的真心，竟也沦为了他谋反的诡异伎俩。这不怪你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我带你走。走，慢点。救！救！救！裴宗之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拦我第二次。平南王豢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早已沦为叛贼。你作为反臣之子，难逃其罪。若你带走沈清堂，你拿什么护他一生？
你明知我的身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，为何还要庇护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只要你。可我不知道妹妹已经这么恨我，哪怕倾尽所有，也要逃离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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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后悔了。我以前做错过多，我不该强迫于你。如今，你最让我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，是悲是喜，是转念成空，又怕休日与之风，缘来缘去都一样匆匆。眼梦中可是你的面容，怕只怕流光似一场梦。痴人啊，为谁今生一浓？而桃花又何必笑春风？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？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。白日同行，换来同日同梦，到天明相注定，同情共奏，长兄如父。我们回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我再重来一次，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带你走，我带你走，你不要走，我带你走，我们回家。你怎么这样？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吗？
何处？小姐，您又忘了，这里是临川，你的家啊。哦，我是你的丫鬟采薇，您都不记得了？啊，我又忘了。前些日子的时候，我们进山采草药制香，您不慎跌下山坡，大夫说淤血压迫，很有可能失忆。您这会儿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采薇，那日我滚下山崖，是只有我一个人吗？我是否是骑马去的？与我同行的可否还有一位公子？哎，哪有什么公子啊？那日是我陪您去的山上。小姐，您还是再休息会儿吧，我去给您抓药。嗯，好。兰兰，前几日拿的几副药，你家主子喝了可还见效？您给的药效果都挺好的，我家小姐现在已经醒过来了。除了她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痛会刻意忘掉那段过往来麻痹自己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。公子，都办好了。我抓了条小蛇，就放在清堂姑娘前行的路上，等她被事吓到。哎，您放心，无毒的。到时候您便尽管出手相救。大公子，你知道我家小姐最不喜欢你的，就是你那800个心眼子。我生来便是这样的人，我只会如此。按照你说的，俘获一个女人的心，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，真的有用吗？公子，您相信我，这民间话本都是这样写的。哦。哎，快了快了，就在那朵大臭花附近。当心，姑娘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一时狡猾。多谢公子相助。举手之劳，姑娘不必客气。姑娘会来此，许是本地人吧？我是一名镖师，也住在灵川镇上。你的脚，真没事吗？我没事。不过
这位公子，我们之前是否见过？或许吧，我看姑娘也眼熟，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。总觉得姑娘格外亲切。那我们走吧。是燕城世子啊！我看呐，果然还是他们二人更相配呢。又是他，怎么哪哪都有他呀？采薇，今日护送我回来的那位公子，与我近日的梦中人很是相似呢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或许这就是日思夜寐、天赐的良缘。小姐，您也到了婚配的年纪，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有来有往。那，小姐您何不趁热打铁，将这贴身的香囊赠予他，以表谢意啊？啊！首府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也在吗？看来我们来灵川此地的心思是相同的。平南王一脉举兵谋反，犯下滔天大罪。你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平南王血脉，不该安分些吗？首府大人说的安分，是指我这样的身份和清堂敏感的身份，不该再见了吗？不然呢？原本我父亲的罪名，足以连坐9族。若不是从知你这样的清臣在朝中斡旋帮忙求情，我们平南王一脉的确早已断绝。我也无法站在这里，同你如昔日般相谈。从之，这件事上，我永远欠你一份人情。但恩有恩报之法，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份恩情，便放弃追求清堂。现如今，我是布衣平民，永不可入朝为官。清堂身份的秘密，我相信在你的保护下，也会永远深藏。我跟清堂再续前缘，实际上要比你来得堂堂正正。你不觉得是在找死吗？说是我死，你能够得到清堂的真心，倒也罢了。可是从之，你可知道，你这一生太过肆意孤高，根本不知道如何真正爱一个人。从前你伤他颇深，现如今，我更不会轻易将他再推向你这深渊之中。我从来不懂如何真正爱人，又有谁教过我？沈清堂，公子，你认得我？请问公子你是？哦，我是你隔壁新搬来的邻居，姓裴。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我听采薇说起过你，她说我日常所吃之药都是公子配制的，好多都还没有收我们钱，
算起来是清堂的债主，真是多谢公子了。区区几副草药，不值几钱。裴某听说沈姑娘的调香手艺高超，日后送几副香囊便是。好呀。啊，我见姑娘手里这个就极好。这个这样就两不相欠。裴公子，我们家姑娘不在啊。不在？那院内人难道是鬼吗？你闻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说的不在，是想请二位有点子成人之美。你们如今只是近邻，不要耽误我家姑娘跟燕城公子相好。裴公子，这是？今日上山采药的时候多采了几株，想着药香同源，你这指不定能用得上，便给你送过来了。等着瞧。多谢裴公子。不知道裴公子是否听过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？我读书少，没有。裴医师长了一副经世之才、学识渊博的模样，燕某觉得你该懂的。那燕公子也长着一副武夫的样子，难道生来便懂得如何杀猪？这燕城世子嘴皮子实在不灵光，从小到大没一次赢过我家公子。人家那叫质子，哪像你家公子，说起话来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我家公子那头脑好。听闻你偶感风寒，可有好些？已然好的差不多了，多谢裴公子关心。这是你上次夜里落下的。我说这几日怎么都找不到，原是在你那儿。这次裴公子想要什么感谢？不必如此客套，我想着，我应当比你年长一点，不如像喊他一样，喊我从之哥哥便好。好啊，从之哥哥。妹妹，哥哥，从之哥哥。清堂妹妹，无故收他人东西，是要回报的。这些草药，乌头山上多的是，明日我再带你去采。好啊。人家燕公子多好，从之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从之哥哥，最后肯定是燕公子赢。从之哥哥，妹妹，奇怪，为什么每次想到他，心总是跳得不似寻常？小姐，怎么了？采薇，你说裴公子跟燕公子哪个更好？小姐，你怎么还挑起来了呢？这当然是护过你的燕城是更好的那一位啊。采薇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一直都不太喜欢裴公子，可是他对我也很好啊。小姐，这世上呢，有些人对你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，比如说燕城公子。奴婢觉得呀，像他那样的朗朗君子对您的感情才算是爱。裴公子纵然一表人才，但是他为您付出1分，却总是要2分谢礼。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？他确实是有几分如此，但我每次也是本能的想要回馈他点什么，但是奇怪了，
哎，我跟青堂都约好了，你为何又来了？我是玄湖济世的医师大夫，又懂得一些岐黄之术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好，那裴大夫，我一看到某人呢，就觉得气血不畅，淤堵不快，你能否帮我看看，到底是什么症状？是心胸腔体狭小之状，没什么大事。严公子，自己多加注意即可。小心！怎么样？他的伤势很重，若不赶紧包扎，很难坚持到医馆。赶紧先止血。我这有药。好，坚持住啊！我们再重来一次，能不能原谅我？我昏迷的这段时日，他就当真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确实一次都没来过，反倒总是和燕城那会在一块儿。哎呀，大公子，我家姑娘跟燕城公子那是情投意合，婚事将近，您还是放弃吧，对彼此都好。哎，燕城公子啊，哎呀，您可算来了，我家小姐一直在屋里等着呢，快跟我来吧。好。这儿。原来没有我，他可以活得更好。是我输了。青堂，你来了。啊，我昨日看你精神不济，这块暖玉可以温养心神。给。哥哥入世那年才17岁，他高中状元得以入翰林，陛下赏赐了他一块火山玉。我和裴景明想看看他都不肯给。改日再给你寻些别的宝贝来。抱歉，我只是有些疲累。世子，我去给你沏壶茶了。青堂，你早就想起来了，对吧？想起来了，也见到了原本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的人。那日，你很担心他，即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还是依然念着他。过去，我总以为我恨他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离开他。可时至今日，我才意识到，
我们早就是世界上最密不可分的两个人。我对他的怨有多深，爱便有多深。对不起，严城，这段时让你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无需道歉，青桃，是我心悦于你，我就想竭尽全力的对你好。但有的感情，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拥有，对吧？哦，你还记得初见的时候吗？我答应你要去看大漠的风光，日后你要想来看我，就以子玉为信，一定要来找我。青桃，如果我比他先遇上你，你爱上的那个人，会不会也就是我？严城，站住！情谊深重，永存我心。对不起。裴公子，今日我有事想同你说。我也有话要同你说。青檀姑娘，我是来向你辞行的。不日，我便会回到皇城。回皇城？我本在皇城为官，因私来灵川暂住。如今势必，我也该回去重拾仕途家业，尽一方之任了。是啊，万人之上的首辅大人，又怎会舍得同我做这乡野百姓？可能忘了我，对你来说才是好事了。也好，那清堂便祝裴公子回到皇城之后，可以平步青云，得偿所愿。落日飞花，让破碎随风前路无悔。心中的吻，是柔情还是荆棘？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？回顾后的心，可否看得仔细？如何我也祝你和严城在这场梦里如何转身逃白头到老。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怨你恨你念？公子，伤口可是又痛了？无碍。公子，现下对姑娘之事，为何如此情切难为了呢？由爱生不，经历这些，又怎会像从前那般妄为？公子何不言明真心，将姑娘从燕城手中抢回来？这一次，我不想逼他。如若这是他的所愿所求，只要他快乐、知足，便好。小姐，怎么了？你今天不是去见燕城公子了吗？
走了？他去哪儿了？自首。当真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平南王此前设裴大人那一箭，如今又突染瘟疫，我暂无良药，只能用猛药压着。只是如此下去，恐怕是性命危矣啊！我还是带公子回京，再寻名医吧。沈姑娘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家公子呢？我家公子不便见客。他不想见可以，但晏殊，你想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我不想。我曾经身染瘟疫，但是不药而愈，我的血或许有用。这药虽有奇效，只是这药中为何带有一丝血腥之气？有吗？可能是赵大夫找到一味奇药，才会如此吧。多亏了姑娘不顾性命之忧，以血入药，公子病情才能大愈。姑娘是我家公子的救命恩人，为何还要瞒着公子？为什么不远千里来这里救我的命，却又不声不响的离开？青堂只求能还了裴公子当初的恩情。我本就是个无根无伴之人，不奢望有牵有挂。萍水相逢，就此别过。你要回灵川，与燕城成婚。能不能不嫁给他？你既已回到皇城，选择做你的首辅大人，又何必惦记我这个乡野民妇？我不想做深宅大院里的主母，更不想被困在那樊笼。入仕为官，本来就不是我所求。你想回灵川，安乐自在，安度余生，那本就是你千方百计换来的自由。我不该有任何牵绊。可青堂，我舍不得。舍不得，可是凭什么呢？哥哥总说一切要从头开始，
那哥哥便当，当年在裴府门口从未见过我。你都想起来了？是，我都想起来了，以及哥哥对我所做过的一切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资格奢求你的原谅。你走吧，你既然已经选择了燕城，我放你自由的承诺，我遵守。燕城早就回大漠去了，我与他之间从未有过婚约。